一個悠閒嘅週末，我哋去咗 Los Angeles 探一個朋友，一個好特別嘅朋友，一個 surprise 嘅 trip。佢車咗我哋去一個似曾去過嘅地方，都唔記得幾時去過啦，好似未去過。大概一個小時嘅車唔到，終於嚟到目的地。呢度係當地嘅停車場，一個好特別嘅掛牆裝飾，可以話一件藝術品。街道有啲歐陸特色，大家估唔估到呢個咩地方？距離 Los Angeles 大概45分鐘車程，係啦 ，Santa Monica。好似30多年前嚟過嘅地方，又好似20多年前嚟過，記憶模糊。物是人非，可能建築物已經唔同晒，人大咗視野都唔同，可能唔記得咗啦。係咪有啲夏威夷 feel？ 兩旁棕櫚樹，前邊好似冇乜建築物，我哋於是一直向前行。遊人唔算多，見到一望無際嘅海，係海灘。呢度係 Santa Monica 嘅 Yacht and Harbour。行近啲，見到一望無際嘅海灘。今天風和日麗，天氣好好。剛剛食完個晏，落嚟行下，吸下新鮮海風。早前幾個月呢度曾經受大火嘅侵襲，落到嚟又似乎好似冇劫後餘生嘅感覺。可能呢度唔係大火嘅災場，據講災場就喺遠處山邊嗰邊，係咪好舒服？一啲都唔凍，又唔太逼，自由自在。我哋決定行落去海灘嗰邊睇下。咦，原來呢邊多返啲人喎，原來大家都係朝住嗰個方向去。大家都不忘影相。
打個卡先。如果唔係，若干年後都唔記得自己會嚟過啦。正如有人話我嚟過，我都好似好模糊。個個海灘都差唔多。呢個其實都非常特別。呢條橋今日可能係星期六，封咗唔畀車行。我哋一路沿住條橋行落去，遠處見到泊低車嘅都唔少。一路行落去有好多攤位，亦都有好多活動，有街頭表演，有餐廳。雖然烈日當空，但係天氣和暖，非常舒服嘅一個下午。一望無盡嘅沙灘，畀人一種好舒快嘅感覺。係咪有啲夏威夷 feel 呢？行下商店街，行下行下都有啲攰啦，搵個地方坐低飲下咖啡先。呢一間香港茶餐廳都係我哋幫襯數次嘅地方，估唔到我哋食得最多次數嘅，竟然係呢一間，尋找我哋失去嘅香港味道。多謝呢位朋友帶我哋遊歷 Santa Monica。有一個難忘嘅週末，愉快嘅旅程。感謝大家嘅相聚，珍惜美好嘅時光。再見。